来就是要互人甲人和好嘛吼。所以头一个咱知影讲，咱为什么得救？是借着圣神来帮助咱。过去咱毋知好歹，总是因为信耶稣了，咱就知好歹。咱做伙来读这段的圣经来，因为小到小，因为咱前也是无知背逆，受迷惑，幸福伫百般的需要甲快乐，活伫恶毒怨妒的中间，是可恶的，也大家三。人若无听安怎？3万分3对立。即摆要选举啊了你若听遐讲了吼，若选英的啊选戏的吼，就开始安怎？抢开对立嘛，家庭嘛是共款，你翁仔某若支持无共款的，就开始抢啊吼。你莫甲我困啦，我跟你讲，就安尼人伫遐咧嘻嘻哈哈，咱伫遐咧相骂冤家啦吼，无采工啦吼。所以当咱信耶稣了，咱真正体会着讲真正爱有三疼吼，毋是三拼。所以即个信仰圣神来帮助咱会通脱离即个无好的逐样的歹代吼。过来就是讲，即段圣经嘛咧甲咱讲，当上帝听充满感动咱的时阵，保罗伊感觉我是罪愧中安怎罪愧啊，总是后来伊为着福音，伊甘愿伫遮来顺道吼。所以圣神来帮助咱有一个定心做人吼，圣灵更新吼，圣神的更新，互咱会通知好歹，互咱会通改变咱的心思意念，所以带来生命的一个更新。咱看真侪这见证拢安尼啦吼。当毋捌上帝的时阵，为非善做，总是捌耶稣的时阵，就安怎开始的生命改变，真侪人的祝福。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活出人甲人有好好利益。所以基督徒有4字最要紧的，一定要记起吼，叫做荣神安怎？你的行道是荣耀上帝无？你讲的有荣耀上帝无？还是开喙就3字经？当你接受这救恩，过去我有一个会友迄是算讲真家赞的安尼头家人开喙见面就先问候你妈妈，3字经就出来，都错出来吼。所以这是伊的生活的习惯，总是信耶稣了，有一遍伫我的办公室在讲话时见面就错出来了歹势牧师，我即摆信耶稣我讲是啊，所以你要慢慢去改变。后来伊就改变，伊咧讲话。所以兄弟姊妹，咱讲圣神的帮助，咱互咱承受即个永远活，毋是干那讲百岁年老甲安尼啦，会当得到。对即个时阵你接受的时阵，开始安怎改变？伫地里要亲像天里，啥物叫天堂？伫地里要亲像天里。所以兄弟姊妹，咱会通承受这永生罪有毋茫的上帝予的。第二就是讲做好事是应该因为耶稣的救恩予咱，所以咱看见讲圣经提到书甲咱讲，恁就爱安怎做好的事，有利益人。这是圣经伫遐解释讲，耶稣来就要帮助你我得到福气，以外也要祝福别人。昨咱有招待者的恩友，食较好食安尼吼。拜五就有人摸一箱苹果，我向阳看，我问老牧师，啥？知以前的会友OK。所以伫遐摸来就一箱苹果，讲明仔载有聚会原来咧讲恩友，所以一箱苹果。拜六的时嘛，佫有人摸一箱安怎甘你也看讲，兄弟姊妹看见啥物？看见这有需要的人，透过教会活动，透过教会所做，会通祝福这个有需要的。牧师嘛用圣经用这真理伫遐教导因。有一个这个较早中辍生搁做街友，叫做阿德因为有人对伊好，鼓励伊，所以定心伫遮来徛起来，然后做法式餐厅的主厨。伊带真侪遮个较早中辍生的，也是讲帮助遮个街友。
所以伊的生命因为认捌耶稣了，安怎改变啦？改变伊就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拄我咧讲迄个托尔斯泰，这个是俄国一个大文学家这个伊所写的一个小说叫《鞋匠马丁》。伫遮咧讲的意思就是讲，对有疼对着上帝。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你做好事，应该总是当你分享出的时，其实伫你的心中就有上帝同在。总是较要紧，毋是干那上帝同在，你要抓住你要抓牢这个永远的祝福、永远的福气。所以拍开心门，伫遮来相信耶稣的救恩就好事发生就好事发生。所以求主来帮助，互咱透过诗班，即马要吟的这首诗歌，然后念伊会请大家徛起来牧师会请大家伫唱到一半的时，请大家徛起来时来唱这个诗歌时，感动咱，互咱知影耶稣是为着咱来，你知无？耶稣付上性命的代价嘛是为着你，知无？无有一个神讲，伊出世就是要为着人死，只有耶稣。所以求主来帮助咱，互咱知影讲，伫拍开心门的时，就有好事会发生。第二就是讲，透过你分享你的性命，分享你的疼，伫倒有疼，就有上帝甲咱相同在。这个时阵要邀请诗班来唱回应的诗，中也要邀请咱做伙来唱这首的诗歌。请会长做伙起立。Amen.
一切荣耀归予咱的主，拍拍归予咱的主。请咱做来祈祷。主，你伫2000多年前出世做人，用谦卑的方式降生伫马条的马座，就是互阮知，无论啥物款的人，主你拢接纳，主你拢疼阮。这个救恩是属伫全人类。伫阮欢喜庆祝的时，也要甲阮讲。心有相信，喙有承认的，就有好的事要发生，发生伫阮的生命，伫阮的未来。愿主你的圣神来感动阮，互阮知你是无所不在，你是无所不能，你的听永远无改变。愿主上帝随时甲阮三个同在，享受阮平安喜乐。也有永活的毋忘，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这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的努力，做你路应高之时，是救命的路子，归愿更你盼你顾我。请起立。听阮的阿爸伯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在即个今日普天同庆的日子里，阮来到你的面前，要来一概来学到你的名，因为你的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诚做阮的救主，互阮的人类都来望和平甲喜乐。阮嘛要将即个大好的消息来报互还未明捌你的人来知，这是阮奉献时间、金钱、财力，互圣工来所用，求你感觉。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这是请由破牧师来报告。来报告大声，要来欢迎伫咱中间做来敬拜的兄弟吼。咱先来介绍咱上执事伊妈妈。大哥、大嫂吼，搁弟弟弟媳吼，大姐吼，伫咱中央请恁徛起哦吼，搁因的亲人请坐请坐，上帝赐福吼。
因住伫马来西亚吼，马来西亚旧年有去遐，互因招待安咯，今年换来互咱招待安尼吼。感谢主祝福因吼，今仔要倒转去马来西亚，愿因旅程拢真平安顺遂合家平安上帝说。第一位是张立新哦，讲李星姊妹咱甲伊欢迎哦欢迎三位师傅，请坐请坐，请坐。第三银珍姐啦那陈银珍姐妹。感谢主，迄天去甲伊食饭吼，今仔就来安尼感谢主伊是咧开这简餐咖啡，伫三民路遐，咱有时间嘛会当去甲教官好食感谢主。另外张恩辉姐妹来那个欢迎，刘文辉姊妹上帝祝福。佫有一位陈瑞麟是来咱甲欢迎欢迎佫有无介绍着无？好无？没有好，那无咱来看周报周报的消息咱真紧来看咱今仔日透过圣诞三日礼拜会通甲世间人讲救主降生的意义，咱会通用行动来成做上帝所世间人的管道。每年1月初5有要举行圣礼典，然后要洗礼报名到今仔日甲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来颁发咱每年周报方面的新的设计内容遐内容遐内容遐做这个周报，毋是凊彩做。咱下面来看下面的一段影片，它是用心。每一个教会给他的主题的时候，他怎么做？我们来欣赏一下。来，咱看一下短短的影片咱今年就用这张来成做咱的周报的刊头，那么明年，明年来紧走，紧走。可以吗？过来，等一下，我全部照，好不好？来看中间来，看那一只，不要看我。好来，1、2、3，好 ，OK， 好，安尼恁后壁拢有翕到好来，较重要用是红包给互人袂使白做工啦咱过去这几年中间拢为咱教会设计真适当的周报，咱来看咱的周报。来，这是请牧师来颁奖。你有啥物有要补充讲话无？这会使用嘛
其实吼，我实在感觉今年互少年去画啦，我嘛70几岁啦，读甲较笨重，但是忽然间牧师甲我讲，梁啊，什么关键少数引人入胜，遮抽象的，我想偌久，所以我先画别张，画就先去互阮某拍枪啊，所以免交出去。阮某才严格，讲伊顶摆捌用过迄个教会大楼，我说安尼无效。我跩过一个半月，规个月拢无灵感哦。有一天我我的画室5分钟祈祷，第2天灵感就走落来啊。按上我才知影哦，原来祈祷毋是一定爱上帝互我，若是按别人互我的呢。伊透过假期甲我讲即个意思，所以我马上迄个图走出来一张，从台湾来挖开咱的十字架顶悬，所有的行业，所有台湾的行业拢会当来靠即个咱来引带带领，咱台湾互上帝来甲咱保护，另外一个讲法，将台湾钉在十字架顶悬。好，感谢你。以基督同死同复活啊！台湾要过我吼，好，你慢慢收啊，我慢慢报告吼。来后礼拜后礼拜咱要去来福新即个图地图咱若旧年有去，咱就知啦若毋知迄天早起9点来到教会有人要带咱坐公车恁若讲有人知影无人载你会通载，遐拢有停车位200位的停车位所以咱会通毋茫伫9点45就到即个现场，咱10点会准时来开始请咱国务区小组长发挥即个关怀功能咱的德福的嘛是相款因拢会做伙少少的做伙坐公车较大台，好无咱请专用的司机安尼咱伫即后礼拜所有的核心同工咱的长老、执事、小组长等等，只有分配到的请咱伫9点15分进前就爱到即个现场工作分配伫第8页，请咱家己来看咱已经拢报名截止啊有人讲牧师我若无报名，我无要食，但是会当去做礼拜袂？会总是就是讲有一个区的，就是互即个无用餐，总是会当做礼拜请咱注意即项事咱财务部报告就是年度要结束若要开2019年的奉献证明、奉献证明请咱注意，若你用现金奉献现金奉献，咱会当奉献到12月30若用信用卡的就牧师有咱用信用卡即你的奉献就到今仔日即个主日为止，因为咱后礼拜就去来福新所以作业就无方便各单位的零用金结清即个主日今仔日交倒来你若要清钱的有合法的凭据即个标准请咱伫12月30一定爱摕着若超过歹势你家己奉献安尼好无所以咱有先，因为这做效，你若超过年度就无法度所以请咱若有做事工要清钱的，请咱一定爱伫12月30进前来摕即个收据来核销咱伫即礼拜3嘛有祈祷见证会，请咱来做伙来参加跨年的时阵，12月31咱暗时10点嘛有伫遮有即个跨年祷告会一年的最后结束咱要将这呈现佫有对未来咱有上帝的同在会祈祷。后来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来谈两遍。这位来，圣神就是伊对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所大降落，互咱对伊的恩来称做义的。通照因我的毋望来成做护士，摕到书3章6到7节，搁一遍。圣神就是伊对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所大降落伫咱的，互咱对伊的恩来称做义的，
通照因我的愿望来成做护士。地道书370。要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刷，请由保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以被上帝受赐大风，听咱亲手行日，听咱亲手行日，诚心愿意甲咱感动，徛期待咱心内。三位地甲咱相通，一世到万世代，一世到万世代。咱同心来祈祷，领受上帝所同心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救赎。人人的生命拢有永远毋望，愿天父上帝伊的疼拢无改变，诚做保护看顾伫恁的四周围，逐工拢有主的疼同在。主圣神求你来帮助阮，感动阮的心，会通诚做柔软，会通认捌耶稣的救恩，用信心来领受，诚做天国的子民，有福气的百姓。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默祷。祝咱圣诞快乐上帝祝福满满伫恁的身上，咱的礼拜就到这，咱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